好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咧，係主前500年，都係咧有一個被擄時期咧嘅耶利米書嘅。耶利米先知咧，佢嗰時都係喺經歷咗南國嘅王啊，由約西亞咧就去到西底家，咁啊經過咧即係咧啲5代嘅王啊，咁亦都咧係經歷過即係咧即係度過埋呢一個親自睇住啦，即係以色列國咧亡國啊咁樣樣，係啦。咁啊，天父其實真係好生活化啦嚇。首先咧就要何西亞先知咧就再娶淫婦，咁樣咧就去體驗咧，即係以色列人拜偶像嚇，就好似咧發生婚外情咁啦，從而體會咧天父嘅心情，再向以色列民咧宣告天父嘅信息。咁而天父咧就對耶利米講，叫佢咧就要獨身啦，唔好生仔咧，結婚生仔就費事咧俾下一代咧喺戰亂中咧出世受苦咁樣樣嘅。咁耶利米又以演戲嘅方式咧去傳講天父嘅話語，點樣興起巴比倫人啦，用佢哋嘅戰士咧去侵略嚇以色列人啦，去懲罰以色列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天父嘅懲罰又點樣咧？係去臨到咧周遭嘅外邦人。咁啊，唔信靠天父嘅世代咧，就並冇因為聽到先知嘅説話而改變啦，始終仍然都唔信，直到呢個警告成真，被擄至咧去巴比倫嗰邊。